Hello， 大家好，我係所謂你哋認識嘅大家好，我係阿輝嘅本人，我係黃家輝。咁我近期接受咗 TVB 新聞透視嘅專訪，我本人係絕對支持網絡欺凌罪，但我必須強調，我從來不是向咁多位網民作對，而係我呢個支持法律嘅原因係我係針對一班叫做白卡聯盟，特別係葉子健、勇狗。別名勇狗嘅人對我長達1年半嘅滋擾，對我及我母親，包括佢哋滋擾緊我工作地方，對我母係唔該，我撞到阿輝啊！阿輝 ，hello， 我要個藍莓芝士蛋糕啊！你做乜影我唔落單啊？阿輝，阿輝，親中風母親嘅 AI 改圖嘅滋擾啦、侮辱啦，我本人絕對唔係白卡聯盟嘅成員，我從來冇參與佢哋任何活動及佢哋任何交集，只得葉子健多次向我真人嘅騷擾嘅啫。必須由我5年前，我仲係接受緊心理治療，同埋好強調我不想俾人提及我係阿輝身份。當時我有一班以為咖啡朋友，我好明確同一間某易經嘅老闆叫Johnson嘅人，好強調我唔想俾人提及我係阿輝身份，但係佢哋連人帶隊去咗我長沙灣鋪頭度。當時我老闆在場，佢哋喺度大聲喧譁、大聲嘲笑，整咗個阿輝與矮。佢哋就喺度惡意慶祝同埋對我嘅侮辱啦，就例如喺整咗包狗糧嚟嘲諷我啦，話我唔識磅粉啦，係啦，類似對我網上欺凌啦。但我萬萬冇想到個當事人叫 Kino Man 嘅人，正正就是葉子健嘅學生。所以當時我2月嘅時候接受咗網上訪問、網台訪問，關於我接受咗阿輝身份同埋我俾人現實欺凌嘅事件，我冇諗到引起咗白卡聯盟嘅葉子健嘅人留言。當時我完全唔知佢係邊個嚟，但我當我得知佢係白卡聯盟成員之後呢，我就好強調話唔好意思，葉先生，我唔係好想同白卡聯盟有任何交接、任何交流，請你唔好再打攪我。但係3月時候，我接受咗，即係我參報咗名陪新擂台嘅時候，葉子健講到明會講明啦，星期六追擊我啦。咁係3月中嘅時候，佢就喺記者招待會 I Square 記者招待會第一次對我滋擾。隔日，勇狗曾慧成佢喺 IG 度盜用咗我嘅 story， 我同我對我係執行家法，呢啲好明顯係黑社會恐嚇我嘅對話。呢個係對我嚟講係充滿人身安危嘅事情，我係即時向警方度報案嘅。我母親嘅 story 嘅合照，佢哋用 AI 改圖，改我母親中風母親照片，例如用錘仔打死我媽咪，我覺得係十分之侮辱同過分嘅。佢哋依家嘅白卡聯盟 TG 群組依然都用緊我母親嘅照片嚟惡意攻擊，我好有充分嘅理由已經係可以證實到該群組美斯頭像嘅人我哋阿根廷就係葉子健本人，包括佢自己嘅錄音，你冇得抵賴。咁同期啦，3月22號，葉子健嚟咗我鋪頭度，係惡意公開咗我嘅工作地方同埋拍片滋擾嘅。當時我即時報警，嚟咗我鋪頭度惡意滋擾啦。咁我當時又去警方求助啦。咁啊就係以備案就了事嘅。呢個係東洲河500期度事情嘅，但係最後事情都係不了了之。我要個藍莓芝士蛋糕。咁啊，同期啦，相信係應該係白卡聯盟佢哋嘅 fans 或者係支持者，我唔知點定義啦。咁有個 W 點字頭嘅人呢，就發佈一啲不實嘅言論，但用我母親照片就喺度聲稱話我到某些女事主，我以我12月24號聖誕聯歡 party做例子，
佢哋可以係開分身度聲稱話我喺度性騷擾某些女事主，但幸好當時50人嘅 party 可以有大量人證為我作證，表明我清白嘅。我只回應呢個事情，因為佢哋不停開好多分身，誣蔑本人學咗好多故仔，我唔一一回應啦，因為有部分已經進入咗司法程序。如果有需要嘅話，我好樂意該當事人願意去自首嘅。如果有發生任何事情嘅話，而唔係用我母親照片嚟侮辱我，之後到人格謀殺我咯。好多人都打到埋揾到啲流量密碼，咁其實佢有咩居心都好。間就話係已經開咗 file，咁佢哋已經受理咗啦。因為進入咗司法程序，嚟緊嘅事我唔可以再回應啦。咁我聽陳律師嘅意見啦，嚟緊所有不實嘅指控，我絕對要追究到底。咁好多謝咁多位支持啦。咁我全部留言都有睇到嘅，我明白自己已經唔係再一個人，再次面對啲事，我唔會再退縮。咁雖然你講嘅嘢我確認唔到個真實性啦，但係你係咁同期啦，10月24號白卡聯盟寄刀片事件，勇狗再次用 AI 改圖，聲稱我係白卡聯盟嘅成員，咁就完全係誹謗緊我啦。咁我第一時間就向咗元朗警署備案嘅，咁就東周刊就因為此事就訪問我，咁就有嗰本雜誌出現。要為呢班人打上任何格仔，我係身為受害者，我有權係可以控訴呢班人，請唔好顛倒是非，話我網絡欺凌翻佢哋，搞清楚邊個網絡欺凌邊個。我係俾人哋爆手1年半，長達1年半，佢哋嘅白卡聯盟群組嘅 TG 群組對我嘅長期滋擾，我係一種控訴，已經係多次向警方求助備案嘅，警方就叫我去私隱專署嗰邊求助，私隱專署又叫我去揾翻警方求助，咁其實成件事到底有冇正式正視過呢班人嘅問題呢？係對我持續嘅騷擾滋擾嘅，佢哋係。我係已經有大量證據嘅啦。因為我明白香港係冇肖像權呢一樣嘢，但係問題佢哋嘅做嘅所作所為已經係完全係越界，好明顯係多次新聞已經係證實佢哋係一班係叫做反社會人格。係我唔知點樣定義呢班人啦。咁白卡聯盟佢哋大量嘅新聞已經係證實佢呢班人係一班係違規違法嘅人。點解香港政府或者 Meta 係可以縱容呢班人嘅存在？但我向 Meta 反映問題嘅時候，好荒謬嘅係 Meta 嘅客服人員叫我請我自行檢舉，或者向該欺凌者叫佢哋剷除文章。我覺得呢件事係十分之荒謬，我充滿大量嘅證據，但係 Meta 從來冇處理過問題嘅。咁咪到底發生咗咩事呢？件事情係 Meta 係縱容緊香港網絡欺凌事情。點解可以縱容呢班人？佢哋可以有咁好嘅流量，佢哋一班公眾人物對我一個，加上我唔係啲咩公眾人物，佢哋一班係公眾人物，係即係包括勇狗啦，佢喺佢 IG 度係充滿大量網絡欺凌啦，大量嘅地鐵上滋擾他人嘅事情。點解 Meta 完全冇重視過呢啲？我不停投訴，完全冇人理過。OK， 公眾。包括啦，上年11月一個好不幸嘅事件，大埔雲福苑白卡聯盟成員 Kenny 一啲好不實嘅言論，好一啲冷血言論，但係都係依然都係現在都係冇事發生啦。大家係咪唔記得晒呢啲事情發生咩事呢？我再次強調啦，我支持網絡欺凌罪，我講係你某一班呢班白卡聯盟嘅叫者嘅行為，我從來冇諗過，亦都冇原意係同各位網民作對嘅。咁我係十分支持網絡欺凌罪呢件事係可以立法嘅，因為呢班人係所作所為咧嚴重滋擾他人啦，包括喺地鐵上大叫啦，各種網絡欺凌以及改圖啦，當事人不同意嘅改圖啦，以及盜用他人資料啦。呢1年半嘅期間，我係飽受佢哋滋擾，我係多次轉嘅工作啦，轉換工作環境啦。我係十分擔心自己人身安危嘅。2000人員創作嘅界限咧，我好明確嘅。事先得到個批准，我覺得有意義嘅，即係包括近期一班人改咗我特輝嘅 rap 嘅片，我係十分之同意，我係十分之願意俾佢改嘅，我覺得係幾特別。但係我從來冇同意過白卡聯盟，包括葉子健、勇狗或者佢嗰班成員 fans， 我唔知點定義啦。我從來冇同意過佢哋任何嘢，佢哋係不停對我發布不良嘅信息，惡意改圖。
我係絕對唔會原諒呢班人。我之前網絡欺凌罪嘅事情係講針對某一班人，我再重新強調，我唔係同咁多位網民作對，堅決妥協，話我絕對唔會接受呢班人任何形式嘅道歉。我只要求大眾及法律可以正式制裁到呢班白卡聯盟呢班人。點解佢任由呢班人喺網絡度散佈不良嘅信息？我十分之唔明白。包括我只係當年我10幾年前拍咗一個大家兇殺阿輝呢段片度，我點解要承受10幾年嘅網絡欺凌滋擾？我接受到依家身份唔代表我以前嘅傷害唔存在。我係又充滿大量嘅證據嘅。我好相信我拍完呢段片之後，呢段片放出，包括新聞透視嘅專訪出現之後，我會迎來新一波嘅網絡欺凌滋擾，絕對唔會畏懼呢班人。我再次強調，我從來不是白卡聯盟嘅成員，本人絕對唔會原諒呢班人，絕對唔會讓佢哋任何形式嘅道歉，我絕對唔會接受。我只希望用法律制裁到呢班人，以及你哋喺 TG 群組所嘅一言一動嘅話，已經係有記者、有警方喺群組內邊收集證據，你哋任何一句對話都會成為呈堂證供。本人黃國輝係十分之願意將我呢啲證據俾各位傳媒、記者、警方、私隱專署、律師團體使用，只需要幫我母親打衰馬賽克。本人絕對不會姑息呢班人，我係唔會畏懼呢班人。希望香港政府認真係正視白卡聯盟呢班人嘅所作所為，希望大眾真係關注返事情。